你哋估下而家啲騙徒有幾忍得盜用你個 WhatsApp 可以等足1個月先至出手？我係廢佬啊！今日同大家講單最近好 hit 嘅 WhatsApp 騙案，有個 YouTuber 差啲唔見2萬蚊，成個過程睇到令人心寒。件事係咁，有個 YouTuber 同太太去做身體檢查，見到太太準備轉2萬蚊俾個舊同學，話個女要交學費。個 YouTuber 覺得唔對路，因為個同學屋企都幾有錢嘅，冇理由要借2萬蚊咁少。睇真個信息，用字好怪，唔似香港人寫法。例如將我個女寫成我個寶，仲用蝦字做助語詞。個 YouTuber 咧立即叫太太打 FaceTime 確認啦，對方居然唔肯聽，仲不斷催佢快啲轉錢啊！後尾發現啦，原來個同學嘅 WhatsApp 咧早喺1個月前俾人盜用。最恐怖咧係個騙徒等足1個月，專登等事主返內地先出手，就係賭你聯絡唔方便。之後更精彩，個騙徒居然扮成補習老師，話自己都被呃咗1萬蚊，出示假嘅過數記錄，要求事主還錢。成個騙局分2層，真係防不勝防。廢佬，我要提醒大家啦，收到借錢信息一定要視頻確認，最好當面交收。現金最安全，而家啲非技術太犀利，樣同聲都可以造假。仲有收到話你犯法要自首嘅信息，千祈唔好理，真係犯法，警察會上門拉你嘅。最後提多個 tips， 收到帳號會被 block 嘅信息，一定要去官方 app 確認，唔好直接 click 條 link 啊！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身邊朋友，特別係長輩，等大家都唔好中招。最後記得 like 我個 channel， 訂閱我廢佬加通知鐘仔，支持下我呢個新頻道廢佬廢噏。下集同大家再吹過，拜拜。